藏在透果袋里的莲雾硕大芬芳，令人垂涎欲滴。有别于大家耳熟能详的黑钻石、黑金刚、黑珍珠，屏东林落的果农将来自南洋的大力种打出新名号。因为本身就是要行销出去，我们自己生产的东西就是要独立行销的话，就要有自己的品牌，所以我们就把它定位为说红宝石。担任产销班第3班班长的陈泰能，跟上品牌行销和无毒农业的概念，奶粉、海草精、鱼精加上微量元素，调配出来的有机配方，这里的莲雾吃得很健康。我们平常矮化树下来的那个树枝利用醉木机把它打碎，打碎以后我们改天就是就变有机肥了，变成有机肥。我们改天就再回归树的那个根部，那这样的话可以我们的那个果实生长起来比较健康也着色也会比较容易。有机栽种的成果，零落的莲雾树历经连续几波寒流，耐寒且少落果。产销班成员透过资源共享，也互相支援，共同让红宝石成为杰出乡产，也跨海打出市场。所以现在莲雾也销到大陆去。是，因为我们这个水果水果受大陆的品质都相当好因为台湾的水果都有名，台湾的水果很有名，大家都愛食也希望大家。台灣嘅果子都有名，大家都好食，就是台湾水果在大陆很有名，没有错，而且大家都爱吃，所以这样一颗可以卖将近100块，让台湾水果像高价精品般外销出去。果农的技术和用心，成为台湾不可或缺的软实力。台灣嘅果子都有名，大家都好食。台灣嘅果子都有名，大家都好食。